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1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仔日有买到60万吨的 AZ 疫苗，送到为指挥中心开放23岁以上去登记。另外 ，BNT 疫苗最近要到12岁到22岁，政府的安排。明仔载高中以下拢会开学，不过部分老师还未注到疫苗，甚至有老师要发起请假3天，表示抗议。美军伫咧8月30日撤离阿富汗，表示这20年来战争结束。美国表示会继续用人道方式协助阿富汗人民。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个本土病例，一个带病入境，另外又一个死亡个案。那讲到伫咧下晡时阵，有要到60万吨 AZ 疫苗送到台湾啊。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于这个23岁到28岁民众，9月初3会当去网络登记 AZ 疫苗。另外，也有风声讲，上紧伫明仔载暗时会送到位的 BNT 疫苗，大约有90万吨左右，会先开放予12岁到17岁学生囡仔做名册来住，落尾会予18岁到22岁民众去网络顶头登记。国内新冠疫情病例数31个新增加3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新北市2例、台北市1例、境外1例，是一个来台湾工作英国籍30多岁男性，无注过疫苗。另外新增加1个本国籍60多岁男性死亡个案，进前一个技师出现突破性感染，所考虑的26个接触者采检结果出来。经采检的26人全部都是阴性。那疫情等候，指挥官陈时中也公布疫苗到来好消息。家己各月的59.5万剂 AZ 疫苗，31下晡3点16分，由华航班机运送来台湾。工作人员将血清疫苗落来搁验收，已经送到指定的冷藏物流中心藏。陈时中也宣布，第7轮 AZ 疫苗预约注射对象各加23岁至28岁，预定9月初3开放预约，9月初9开始做。那所以加上我们这新到的这疫苗所以我们再往下开到23岁。那预约的时间是从9月3号到10点到9月4号的18点。另外 ，BNT 疫苗也特别到啊，相关注射规划，陈时中是讲，主要是12岁至17岁学生囡仔先做，出来这个疫苗会提供予18岁至22岁族群意愿登记。陈时中佫讲 ，BNT 疫苗到货的时间甲数量，时间我真的没有办法掌握了，不过他讲的那个时间是很接近的。那货量大概就是90几万。9月份特别开学啊！台湾大学快新闻稿表示，会提供1万个快筛试剂，予新鲜甲大数的学生囡仔。强调讲，这毋是久长计，建议予大专生做册子疫苗，这是真正安心的就学方案。不过，陈时中是讲，18岁至22岁族群自主性悬，医药平台注射比较方便，做册注射的效果无较好。不过是讲会纳入考虑，会甲教育部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9月初1，高中以下就特别来开学咯。有的学校是找无老师，若准有老师的，却是有真侪代理老师甲新来老师拢无疫苗通好做，甚至有的人是做过了后，又要经过14天才有保护力。就团体呼吁讲，学校就要延后开学，甚至是先用线上课程来代替。甚至有的老师讲要做回来请假3天，表示抗议。全台湾高中及以下的学校9月初1就要开学，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侪县市停办老师的真试，部分的学校甚至已经是第10届招考，拢要找无适合的老师。13、14、15次代理教师甄选，以往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开学初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比较偏乡的地方，可能招不到代理老师啊。各县市这边的一个回来的一个反应是跟以往差不多啦。欠老师的问题，对偏乡地区的学校来讲，并不是真罕见。迄若筹办代理教师工会黄老师讲，老师做疫苗的问题，嘛是开学爱处理的问题。呼吁相关单位都要向学校延后开学，或者是用线顶上课的方式来进行。等整体注射率提高了后，再来实体上课，而且佫按算伫开学了后发动冷性罢工。他前几天开始打莫德纳，他明后天就要开学，打完还需要两个礼拜才会有保护之前3天。我的用意是希望，其实告诉大家说，我们是可以请假的，提早安排好我的课程，也有老师帮我代课。老师这一部分，应该我们的疫苗已经都充分的提供了，那可能在各地方有它一定的排程，那去打，所以没有就是说现在那一部分的老师代课老师是没有疫苗在等的，都有了。指挥中心嘛回应讲，目前会由各地方政府安排时点甲老师注射。
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9月初1，高中以下学校就要开学咯。所以因为疫情关系，规定家长是袂当入去校园。不过有一寡国小专工伫咧开学前一天，互家长会当陪伴国小1年的学生囡仔来遮熟悉新环境。早起还未到8点，高小门口陆续有家长带囡仔来报到。伫9月初1开学前一天，台北市仁爱高小安排高小1年的新生，甲家长先到学校适应环境。期待见新朋友，有时候要吃午餐的时候，我才会把它拿下来吃，不然口罩就这样子脏掉了。那小朋友期待开学，未少家长也反映，真希望会当赶紧让囡仔到学校实体上课。毕竟之前已经有几个月拢是踮伫厝内。小朋友其实也还蛮期待可以跟其他同学一起互动，像酒精的部分就会带在身上，那个口罩的部分也一定是要多带几个这样子。那今天有机会先来熟悉，我觉得学校安排的也很用心，大家已经先封了2个多月了，所以慢慢经过这1年来的训练，其实他们也都知道口罩的重要性啊。要进入校园，量体温是基本配备，到教室也该先扫 QR code 量体温。家长甲小朋友得到老师指示写必要单句。虽然疫情缓和，不过为了迎战新学期，学校也是严格对待。以北市仁爱高小来讲，想要伫下课时间出去佚佗，爱区分无共年级甲无共时间，其他只会当踮伫教室，也是上完便所都爱转来。下课时间同款也分流，2个年级先下课5分钟了后，搁轮到另外2个年级，用这款的方式下课。下课的时候是全部学校的学生都可以出来操场，然后把它分段。那学生没有下课，但是他会做其他的教室的一个静态的活动。现在比较安定一点，学生也比较安全了，然后老师知道状况比较多了，所以请防疫假的人员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各项防疫工作学校唔敢代替，毕竟人类史上上长的休热将要结束。对学生甲家长来讲，要适应新的生活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为防疫的角度来讲，也是全面性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汉光演习，今日透早伫屏东基地进行预备演练，是未到所发生 F-16战机被扣落来，说是无法度打动规只载落去边的草坡啊，好佳在是无人受伤，是飞行机构将跑道伤骨或者是人为的问题，目前也等咧调查。画面上，这台编号6829的 F-16商造战机降落伫滨北机场，机头小可压压，用空气阻力来减速，尾也平面放落用来动车减速，不过速度也是伤紧。飞行员放后壁的减速线也是无法度把飞机停落来，飞机冲出跑道，机片向前插入土内。战机冲出跑道了后，参加义演的消防车甲地勤人员赶紧向前救援。好佳在是干那战机的机头甲起落架受损，人员无受伤。空军初步分析，虽然落雨，但过也是符合起降的标准。飞行员也拢有依照相关的技术命令操作，事发原因等地调查。今天这架飞机落地发生的情况，现在专案小组还在进行调查。目前所知，飞行员并没有呼叫飞机有异常等情况。至于战机目前受到的评估是轻微的损害。可以修复，可是目前已经拖到飞机棚场，会由技术人员做进一步的评估。空军31号透早伫屏东空军基地内举行汉光演习的加东舰备道起降仪演 ，F-16冲出跑道了后，对伫后壁的幻象2型战机原本原来要降落，赶紧扭管飞走。现场看到的人是讲 F-16有放阻力线，不过也是挡袂牢。有体验的飞官讲，应该是跑道伤骨才挡袂牢。这样子飞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那个阻力伞，那个就是太远了，然后就这样掉下去这样，然后还好，好像就是它掉下去的时候还好，刚好就刹住了。它可能如果说再拉长个10几公尺，应该就刹得住了，可能跑道太早的问题。可以判定的是，它一定是非预期放闪。为什么会放闪？因为减速的状况不如预期。黄永德也表示 ，F-16的配备先进，只要调机上相关的仪器数据，就会当知影是机械还是人员因素，或者是伤骨造成这个意外。空军是讲目前汉光演习舰备道起降任务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中科院伫今仔日挖斗的时阵有试射一粒飞弹，而且是对今仔日到9月初7要伫咧屏东的九片基地来试射，要来测试这个无限外悬，而且是南北距离会当到300公里的飞弹。也讲到这款是虾米款的飞弹呢？中科院目前是无要来说明。
在咧画面当中，咱会看到一个飞弹贵九平基地射出来了后，11秒了后就消失在咧天顶。根据着公告管制范围，东边到兰屿列岛东方海峡，北边是到宜兰东方海峡，南北的距离大约是300公里远。飞弹的关度是无限制外悬。中科院表示，各航母期间或即次拢是国防机密，未对外公开的。讲到咱台湾的护照，伫咧146个国家有签证犹太，所有犯罪集团上准伫网络顶头，甲民众的护照拐来了后，背后外国的偷渡客，目前是差不多骗到380本的护照去啊，所赚的乌心钱要上千万。移民署和新北市警察局做伙抓到这个嫌犯了后，也该移送法办。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人员将穿白衫的姓李主嫌移送新北地检署，这也是最近几年上大件诈骗咱国护照案件。2年多来，包括英国、加拿大、甲美国等国陆续查获中国人士替编造的咱国护照偷渡。移民署得到国际情报了后，侦破这个偷渡集团，总计诈骗出的护照380本。姓李主嫌伫检察官获审了后，成案获罪。移民署当进一步追查顶游的犯罪集团。本案李姓主嫌涉嫌以脸书刊登诈骗话术，到国外打工2天1夜15万元，日本卖黄金，澳洲办理贷款，韩国帮人贷古董，可以获得优渥的佣金，让梦想花比横财的民众自动交出护照。移民署表示，这个集团为2018年开始，就设想伫网络以高薪到国外做山工，也是出国买卖黄金等诈骗话术，互民众交出护照办理出国手续。也毋过出国伫国机场等候找袂到人，才发现哄骗。因为目前咱国护照会当伫146国享有免签，也是优惠签证待遇，这伫乌市真热门。惊台湾护照业务的女性社业者更较势利，就惊人客护照碰见红头提。欧洲的那些国家，只要申根签证，我要一进去以后，后面其他国家几乎都不看。那不会像说中国大陆的护照，说我去了这国家以后，换了另外一个国家，我必须还在看护照。进入美国更方便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护照在黑市的价格又拉高。因为国际金诈集团大量买咱国护照了后，加以变造，佮摕去海外暗号非法偷渡者。移民署呼吁咱国民众千万唔通贪小利出发。移民署也会继续甲各个移民执法机构合作，强化国境管理。记者综合报道。今年4月，伫台中港码头有掠到一个对中国偷渡来台湾的查甫人，讲台湾真自由，想要过来。经过地检署调查了后，认定伊是非法入境，依照着出入国加移民法，该移送法办。这个中国查甫人毋但利用树林船偷渡，甚至佫按一个摩托，经过10多点钟对中国福建来到台湾，讲是要投奔自由。台中地检署调查了后，认定伊是非法入境，该起诉。有专家表示讲，上久是关3冬，期满了后也该遣返回去。前一阵仔，一寡越南店仔的猪肉制品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政府即马也开始稽查咯。不过，立委表示讲，伫咧网络顶头也是会当找到一寡越南肉干，恐惊会造成非洲猪瘟防疫空拍。行政院长苏贞昌3日到台北港视察会务通关的流程，嘛伫现场听有关防范非洲猪瘟的简报。但是有立委讲，伫网络平台看到业者伫咧卖越南肉干，电商平台。还有贸易商其实公开贩卖来自越南的牛肉干，评论区显示，其实从今年1月就有开始购买的评价，所以其实这个相关上架的时间已经超过8个月，甚至更久。柯成员表示，虽然业者写肉干产地伫咧台湾，但是恐惊会有前一阵仔捌发现的肉品违法滥产的问题，加做非洲猪瘟的破口。它的这个注明是写越南牛肉干，但是又标示产地是在台湾，我们不禁怀疑，那它是肉品的半成品进来，在台湾再加工分装吗？还是实际在台湾生产？还是整包的这个肉品直接从越南走私，还是夹带进来？只要有可能走私或有可能有涉及回收族群的肉制品，我们都不放过。每天有委托
专人来搜寻电商平台，如果有搜寻到一些样品的话，或者是说特别的产品，就会通知被查到的这些电商平台，请他们下架，然后呢，再请电商平台提供卖家的资讯，后续的做这个查的动作。风检局表示，已经有掌握李伟港的贸易商，调查发现，因的产品肉品标示是合法的澳洲加纽西兰的牛肉。另外一间电商平台的产品，因为资讯不清楚，已经请平台落架。记者郭伯根、陈派文台北报道。带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高雄轻铁今仔早起发生人工草包啊，加入去列车的车底，所造成列车败马意外。加在伫咧车顶2位旅客拢是平安无受伤。经过抢救了后，伫下晡3点也已经恢复通车了。电眼画面看到高雄轻铁的车厢驶伫个凯旋路段，还未到车站，煞豆豆啊停落来。早起8点40，附近徛过民众有听到声，连伊出来看卖发生什么代志。太大声，两个摩擦铁啊摩擦的声嘛，我伫底下就有听到声啊。然后就看因慢慢停来。原来这节轻铁车头已经脱离轨道，加在车顶2位民众拢无着伤，安排去后一站坐车。高雄捷运人员检查车底，挖出真侪草皮啊，才发现是规大片的草包，拢架入去车头底。它的高层呢？是不得大于我们的钢轨轨面以上，大概2公分。那5公分的话是一个极限。那我们目前大部分的路段其实都是有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是不是在今天早上铺设的过程当中，那有局部的高层可能略跟我们的车下设备产生了一个干涉？高雄捷运表示，工人是早起8点开始铺草包，其他班次经过拢无问题。为什么这班车无拄好会加到草包？高捷即马爱想办法，让车头佮刷转去铁机路，甲车拖转去检修，嘛造成轻铁部分的路段单线通车。伫个月底，轻铁慢慢发现一块草包掀起来，驾驶紧急停车的事件。这摆事故原因，搁爱等运安会调查。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伫咧今年8月大水雨造成南投仁爱乡的补界部路，这个车路去互崩山影响到，甚至是车路去互崩山塌掉的无法度通过。偏偏着爬山的民众一行有11个人，无注意到路况，落山了后煞卡伫咧崩山所在，无法度继续来行。落尾是警方临时开一条小路啊，因才法度顺利落山。警方找到受困的登山队员，交伫武界林道的4.5公里的所在，随开一条便道，让队员赶紧通过。走下面，不要走那个，对，走下面，走下面。我们用绳子拉你，用绳子拉你们。我对地的坡道真惊，顶面的路石也来落。警方虽然只有简单的装备，也是徛伫绑架所在，护送每一个队员。警方表示，这支11人的登山队8月20为万大林道进入。被干道板山顶入门落山，26拍算为补界林道落山，也毋过无注意到4.5公里所在已经放弃，登山队袂顶袂当。警方为安全起见，在摊方处开辟一条便道，再一一引导登山队伍离开落石区。假如说那时候没有人来救援的话，可能我们就要在那个地方再砸1-2万。因为8月初连日大水雨，南投仁爱的武界林道4.5公里的所在发生大崩山，无法度通行。资深领队表示，因为这是进出干道板山区上重要的路线，全程有6公里，也毋过沿线有未少旁边，新手无能就山也增加风险。看他们连确保都还不是很 OK， 然后还有那个路有的其实坦白讲，那个用脚踏一踏，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路那个踏点可以出来，但是明显他们队员连走都不太敢走。资深领队表示，当地地质松软，本来就有袂少旁边，相关安全装备的确保，甲事先的踏勘拢爱做。领队经验甲判断，也爱一直甲队员随时调整，才会当确保安全落山。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消防局接到民众检举，讲有人违法伫咧监听消防的救护无线电内容，甚至佫把这个物件放伫咧网络顶头来公开。也即马消防局决定讲要甲这个查甫人来告，是因为伊侵犯到个人的个资，警方也甲这个人移送法办啊。
消防队员出勤救护，联络所靠的就是无线电。不过即马消防救护无线电，互有心人刁民监听，佮公开伫网络分享。警消200同步出动，佮罕见的调分推车，锁定嫌犯大的所在，上门抓人。他那一天来就是无声无息的来了之后，他们就是用手电一直那个在一直在照楼上啊。警消顺线来到台北市松山区，抓到这个现场的嫌犯，家己讲是工程师。这个月20时开始，以方便疫情观察的理由，偷听台北市消防局救护无线电，搁伫 YouTube 直播。虽然讲已经回失的三毒频道，不过监听无线电，搁牵涉到泄露病患的资料。台北市消防局坚持要告，警方依照牵涉到电信犯，移送台北地检署，检方是无报释回。我们是用民众这个 YouTube 直播的画面来去锁定这个辖区的这个部分哦。那我们为了要比较快速呢，去确认这个楼层的高度的话，我们这个部分有出动云梯车。新义92回答2号到达现场。其实，伫军用、警用导航拢用无线电器材。过去都要发生有毒贩开车送货，为了闪查缉、监听警方的频道，闪开远近路检点，最后也是去互警方抓到。即马军警也是消防救灾频道渐渐换做加密的数位无线电救护，也是使用范围宽、更探过的能力较强的类比无线电，毋过无加密，只要对准频道都可能风头听到。以往只要莫影响到救灾，关切消防局大部分未追究。即届互有心人偷听，搁上网络直播，已经牵涉到违法。消防局要用法律的行动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军伫咧阿富汗当地时间8月31号早已经全部撤离，这也代表讲这20年来战争总算是结束了。塔利班伫咧美军撤离了后，随去视察喀布尔机场，甚至去讲阿富汗重新得到独立。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会继续透过人道援助来协助阿富汗人民。阿富汗当地时间8月31透早1点，最后一架美军 C-17运输机为喀布尔机场起飞，到达美军完成撤离任务。最后上飞行机的是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威尔森，甲美军北利空降师指挥官多纳修少将，也代表2001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正式结束。美国承认，长2礼拜外的撤离行动有真侪无完美。Look, there's a lot of heartbreak associated with this departure. We did not get everybody out that we wanted to get out. But I think if we'd stayed another 10 days, Louis, we wouldn't have gotten everybody out that we wanted to get out. And there still would have been people who would have been disappointed with it. 31透早庆祝美军离开的塔利班对抗名称庆祝，喀布尔一时间拢是枪声，天大光，塔利班武装部队随前往喀布尔机场视察，佮宣告阿富汗重新处理独立地位。الحمدلله موږ د خپل ملک ازادي ترلاسه کړله. ټول مسلمانان ټول مجاهدین ټول د افغانستان ملت خوشحاله ده په خوشحالۍ کې موږ سره برخه واخیسته. 为8月14到31，美国为喀布尔机场拢总撤出12.4万人，其中包括6000名美国公民，不过大约有数百名美国人也滞留伫阿富汗。此外，未赴撤离的70多架美军军机、约100台战车甲悍马车，是伫撤离前一刻进行破坏，以免予塔利班所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阿富汗战争结束了后，美阿将进入新的关系。美国将原本伫阿富汗的外交系统转移到卡达，会继续甲塔利班交陪，展开人道援助甲撤离任务，更加呼吁塔利班遵守承诺，卖予阿富汗沦做恐怖主义的所在。We will stay focused on counterterrorism. The Taliban has made a commitment to prevent terrorist groups from using Afghanistan as a base for external operations that could threaten the United States or our allies, including Al-Qaeda and the Taliban's sworn enemy, ISIS-K. 美国总算脱离开2.3兆美金，大约64兆台票，长20年的战争。阿富汗人的命运为今仔日起将由家己做主，塔利班会安怎执政，全世界拢在看。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联合国安理会第30通过决议，要求塔利班要照片照行，互想要走的阿富汗人民会当自由离境。不过，法国总统马克宏所提出的安全区，说是无放入去考虑，而且这个塔利班若准反背安理会，也无其他的应对措施。法国媒体表示讲，主要是罗西亚甲中国无想要甲塔利班拍歹关系。
美国甲北约盟军17天落来为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撤离活12万人，也毋过也是有几千名要为西方国家工作符合撤离资格人赶袂上机还走袂去。联合国安理会31-13票支持，2票弃权，通过由美国、英国、法国起草的决议，要求塔利班守承诺，互想要走的阿富汗人会当自由离境。Cannot airlift an entire country to safety. This is the moment where diplomacy has to step up. Last week, the Taliban committed to the safe passage and freedom to travel for Afghans and foreign nationals. And by adopting this resolution, the Security Council has shown that the world expects the Taliban to live up to these promises today, tomorrow, and after August 31st. 决议的内容也呼吁阿富汗袂当互利用来威胁，也是攻击任何国家，也是庇护训练恐怖分子，甚至是计划甲资助恐怖分子行动。也毋过，法国总统马克龙所提出的领导任务安全区的主张并无提及，也无任何处罚塔利班背信的规定。参安理会应该有倒一寡后续措施。法国媒体指出，主要原因出伫投弃权票的罗西亚甲中国，因为因无想要甲塔利班将关系武派。And China and Russia, China in particular, did not want any language that could be perceived as criticizing the Taliban. China has hinted at the fact that it might soon be ready to recognize the Taliban as the official government and is certainly, it seems, seek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Afghanistan as the US and Western powers pull out. 以国际社会刑事规则来检视塔利班，情况往往总是会互众人意外。而且一名塔利班首领为了苛刻阿富汗人，无需要行圣战术，因会伫各地建立安全的环境，互大家安居乐业，无需要走往国外。因的做法就是查7名早前的武装人员，直接弄入喀布尔和平电视台点名病，要求主持人甲因对谈。讲有理性，讲有文明，镜头前大家一看就知。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咱台湾的选手伫咧东京奥运摕到2块金牌、4块金牌甲6块铜牌，这是有史以来上好的成绩。总统府明仔载也要举办活动，感谢一寡选手为咱台湾拍拼。古水5连续访问的时阵，互相讲笑。东奥亚铜金牌郭幸顺、柔道银牌杨永伟、吴胜武第5名陈念琴，回国了后头一遍斗阵，展现好交情。三人即届出席大型的品牌关运动基金，互国人的母校活动，有话要对学弟妹讲。我相信所有的经验的累积，也相信所有的挫折，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只要你相信，对，然后我们一起加油。准可已经摕到奥运金牌，完成金满贯。郭幸顺嘛无骄傲，希望讲学弟妹会当勇敢向前。杨永伟阁坦白讲，任何项目的运动员拢真无简单，不管输赢，唔通袂记你当初的志向。从颁奖台上走下去的那一刻开始，就告诉自己说，一切都是要重新开始，然后卸下这个光环，然后保持的初心。9月7日，3个人就要甲其他东奥国手、教练、裁判、甲后勤人员去总统府参加英雄凯旋 Party。陈念琴坦白讲，希望大家唔通袂记咧继续关心体育。安尼参加合课活动的9号戴祖颖，伊是讲唔知影到时阵会安怎安排。其实体育这件事情，很快大家就会把我们给遗忘了。先难过一下，好，没有了。其实我觉得这次跟总统见面，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活动，让我们去亮相，能够让我们全球的人民一起再把这个热潮继续的炒起来。每一次的安排应该都会是，就是最隆重，让大家可以有很好的感觉，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就是印象深刻。会国完成检疫了后，不少人的行程排满，邀人享受难得的家庭生活。因讲后礼拜开始，都继续训练了，为刷来的国内外比赛好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上尾一届大学指考今仔日放榜啊，录取率有97%，是有史以来上界悬的。另外考无调的也有700人，也是这10年来上少的。不过也有20间的学校招无到2700多名学生。大学的指考明年会转型做分科测验，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早起公布上尾一届指考分发入学的结果，有34569个人完成志愿的登记，录取33869个人。
录取率是97.98%，是前有指考高达18年来新高。回流的名额的增加，今年的登记人数的确是历年最低。对，的确是历年最低。我们从93学年度的10万人，到今年只剩3万4000人。分发的录取率是创下新高，主要的原因是真试的名额有增加，也佫有少子化的影响，报名考试的学生嘛较少。今年除了总录取率创下新高，中考的学生有7967个人完成登记，落尾是7475个人有考调，占所有录取人数的22.07%，嘛是创下历史新高。新旧课纲的转换，那所以能够习惯于过去的考试模式的学生，今年就会回流。那我们也发现可能很多这些已经进入到，甚至就是在外面的补习界的学生，甚至是进入到大学的学生呢，他们也都会回来考。据考讲，上尾一届的指考有700个考生落地，创下10年来新低。不过有20间学校开出拢总2732个名额，煞拢无人来读，甲去年8间学校51个名额来比，无人去读的数量是53倍。也若文化大学有303个名额就无学生。学校这边是讲，并不是每一个系情形拢同款，是就业方面无明确的学系，这个情形才较明显。比如说像中文啊，或者是英文啊、俄文啊等等，招生的一个缺额率较高的系所，我们会寻找它在就业方面的对接跟转型。若是以学群来看，是以外语学群489个名额上济；也若是以比例来算，上悬的是 UK 运动学群的31.06%。入学考试分发委员会认为讲，国内这两个学群的校系袂少，伫其他领域的发展甲选择嘛较济，所以人数才会看到较少。记者综合报道。10年一届的人口普查报告今仔日出来咯，65岁以上的长辈人口继续伫咧增加，独居的比例也有15.6%，这10年来就增加22万人。另外，15岁到64岁工作人口比10年前减少要到17万人，这是有史以来头一届出现劳动人口负成长的局势。为了掌握国内人口甲主体发展现况，行政院主计总处每10年进行一届全国性人口普查报告。今年初步统计结果，无含移工，109年在地人口有2313.2万人，依照年纪分布，未满15岁人口比99年减66.8万人，15至64岁工作年龄人口1654.7万人，也比99年减少16.9万人。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持续成长，这仍是台湾工作年龄人口头一遍伫普查出现负成长。少子化影响，15到64岁的工作年龄人口是1654.7万人，是减了16.9万人，或是减了1%，为历次普查的首次的负成长。各看个人的平均年龄，大概普查拢是成长，为45年的21.7岁到109年已经达到41.7岁。也因为台湾进入高龄社会，65岁以上在地人口有367.1万人。普查统计，侪岁人甲囝儿逝世做伙大汉原来占比超过一半，甲配偶也是当期判离做伙大汉原来占2成，家己大的比例原来有15.6%，最近10年来增加21.1万人。我们已经走到一个临界点，整个人口转型的临界点啊，人口总数开始减少，老化呢的速度会比以前更快。我们的相关的政策啊，不管是教育、国防、社会福利，包含经济各方面的政策，它的对象就是人。因为生育率下降，再加上寿命延长，台湾人口快速老化，学者四生态提出警讯，未来10年老人人口成长的趋势恐惊会愈明显，工作人口原来会相对减少，所以长照的需求会扩大，呼吁政府爱为人口趋势超前部署。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宣布讲，台铁高铁的风夜要搁再放冷，会当卖8成的座位。伫咧车头内面有保持社交距离，就当食物件。不过伫咧车厢内面是禁止食食的。敢若台铁的观光列车是带条件开放伫咧车顶食物件。建设包装正济密闭式的餐盒，送去旅客座位。交通部宣布有条件开放台铁观光列车会当食甲啉。承包观光列车旅游业者。甲过去8台提餐的模式改做送餐，旅客只有伫咧食甲啉的时阵，会当甲喙烟摕来，列车伫咧散时阵也会随时消毒，维持高规格防疫。
开放餐饮在一个2级的警示之下，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规范。比方讲，就是说间隔座，那实名制，那包含在车上的这种手冲咖啡，以前客人可以到吧台自由索取，那未来的一个咖啡可能是由热咖啡要密封，然后送到客人的位置上面。一那高铁一般的车厢内面也是禁止食甲啉，但是车站内面伫咧正日坐车的闸门进前。若是保持社交距离，也是让开放饮食，但是真侪民众也是有淡薄担心，就不敢来。现在都没有在外面吃，没有，都在家里吃。像这个地区开放，你会让小朋友在这个公共区吃东西？会先观望一下吧，先看一下。另外，交通部也宣布，各在地段相对对号列车会当买座位数，由目前的7成调换至8成，代替讲。因为这项措施，每天会当加提供6000个座位，在中秋节的疏运期间，也搁在加班。那在中秋连续假期，也就是9月17号到9月22号，则会增加4.2万个座位数。那中秋连续假期增加的1成座位数，台铁局将会在9月7号的上午9点开放民众订票。代替是讲，因为疫情有较稳定，旅运人数回升。自8月25开始，已经提前实施9月份的增班班表，每礼拜提供809班次的疏运。中秋的连续假期是毋是搁再加班，会看旅运的人数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目前餐厅会当用餐，不过业者表示讲生理状况是真歹，厝内含心水拢强要付袂出来哦。因也呼吁政府应该先纾困救因的命，再来考虑发顾赔款。另外，观光局的国民旅游馆也放令使用范围，旅行社、旅馆或者是游乐场拢会当使用。像这一次的疫情越加的严重，但是我们却被遗忘了。办婚礼的业者怨叹讲，今年政府纾困振兴，完全无给因任何的帮助，甚至连开一个会都无，袂输是无人的共款。强调讲，目前虽然开放伫室内用餐，不过人数限制80个人，对因的营运来讲，根本就是一点帮助都无，亏损也是真吃力。现在就要开放到80人，对我来说，顶多就是只是开放到维持到以往的1/4到1/3的一个营业的一个规模。最大的一个租金跟人事成本，婚宴者的一个开销讲是已经非常的一个沉重了。2级警戒一直到年底来讲，那对我们业者来讲，我们还怎么再撑过9月、10月这几个月下去？根据经济部统计处的调查，做这的第6月份的营业额差不多是383亿，甲去年同期来比，衰退幅度要甲4成。7月份的营收虽然增加到426亿，不过年增率也是衰退38.8%。受到疫情的影响，餐饮业的营业额面临22年来衰退上界严重的情形。就算会当包顿去食、外送、开放伫咧室内用餐，营业额上济，价格敢若是疫情进前的1成至2成尔。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发放第2波纾困的即时救命金。大概补助的话是比去年的疫情还少，不解封就是再启动第2波的补助。那观光旅游业嘛是重灾区，为着甲业者斗相共，观光局规划，伫政府推出5倍券了后，嘛会另外推出名额1000块的国旅券，差不多是120万份。进前规划是敢若限制会当甲旅行社买带眠的行程，不过经过内部的讨论了后，已经规划要扩大使用的范围。那就是统一放宽旅宿业、旅行业跟观光游乐业。观光学者表示，国旅券加上奖励金，若阁配5倍券，限制伫半年内用好了，等于是6个月投入23亿来进行。不过，甲2019年国民旅游1个月有333亿的产值，恐惊也是无够。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加强台美文化人才交流，今年有2个团体，一个是双主持中奏，和另外一个是地流舞蹈剧团，拢入选到富尔布莱特奖助计划，伫咧2022年到23年之间，会去到美国巡回演出1个月。用无共所在，将传统木琴演奏讲出新的发展，这是双山兄弟组成的双主二中奏。一个人坐着轮椅，另外一个人伫边仔跳舞。地流舞蹈剧团成功传达情甲动，
台湾这两个团队入选美国国务院富尔布莱特奖助计划，将伫2022到2023年去美国巡演1个月。今年7月底，美国国务院通过以富尔布莱特台湾文化部联名专项的形式推动。计划成立了后，也将奖助对象扩大到业务行政管理、技术测定、甲评论人员等领域。比方说 TD 技术设计或者是设计师们，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可能被要求到的是比较重复性的事物，那如何活化自己，产生对不同的东西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去看一看，然后看看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做事的可能，其实在我觉得在台湾的剧场技术人员是非常需要的，然后我一路上也觉得比较少有这样的资源。这些艺术行政工作者或者技术人员，他们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视野，好，他们都还是单兵作业比较多，能够到国外去看看真正职场上的生存战争是什么，会很有帮助。2018年，咱国头一摆甲富尔布莱特计划合作，和台湾业务人才去美国交流，开办3年来有9位得到奖助。今年双方合作计划全面升级。文化部长李永德甲 AIT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参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拿关岛共同签署新举办的合作意向书，加强台美文化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嘉义闽乡大树爷文化节30暗时进行送大树爷的仪式。庙方表示，讲今年受到疫情影响，规模规个缩小，取消绕境活动，不过也是有照古礼来进行。法师入场办伫闽乡街仔的大树爷火化升天法会嘛准备开始。甲去年无同的所在是，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无暗会嘛取消采街。它就是规模缩小，然后今年就是人口的那个管制也有变严。对，之前那个埔州那边都还可以进去，今年就是直接挡住。疫情的关系，所以一寡人他唔敢去所以伫这个火化地点嘛，差不多全看疫情。今年因为疫情，庙方甲舞台改做4公尺宽的新坛，进行光雕采街的活动。今年嘛改做互大树爷直接坐车到火化场。庙方表示，配合防疫的原则，希望会当互传统宗教活动顺利圆满。今年啊，咱有了先导，进前为咱这个文化节的前1个礼拜就有先导了，咱因为简单隆重，安尼。透过各界人士的点火仪式，为旧历21开始连续3天的闽乡大树爷节，算是圆满结束。在地民众表示，疫情禁止摆摊啊，大树爷无采街，搁坐车来火化，嘛算是一届甲过去无同的体验。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珍惜食材唔通讨债，新德县最近有举办一项体验课程，教大家安怎用种出来食材做出好食的料理，希望大家就爱珍惜食材。较青菜、较杂粮，添入去无食完的白饭内底，利用工具做出3角饭圆，唔但趣味又搁好食，上重要的是食材也袂拍算去。家里面现在剩什么？因为我也不会处理，所以我也想说来这里学一下这样子，对，对，最基本的就是像绿花椰菜，大家都很爱吃。我们绿花椰菜剥完后，不是还有剩下底下的梗吗？那个梗不要丢掉，很多人都把它丢掉了，很浪费。我就直接把梗把它皮削一削，外面那层皮削掉，里面就是很好吃的菜心。除了利用假的食材制作料理，客店也安排带来参加的囡仔，行入去餐园内底，食材各种植物甲营养价值。教导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他们如何把家里剩下比较丑的食物呢，或是大家比较不喜欢的部分，拿来再利用会怎样？减少我们的厨余量，因此呢，也可以减少我们非洲猪瘟的传递给我们猪只。主办单位环保局表示，大家要甲各会使食的物件单调进前，可能得爱先想讲，世界上还有真侪人长的摇八岛，而且地球资源有限，需要大家做伙珍惜。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青麻是乡村永过真重要经济作物，当地为着要甲在地工艺传承，而且推广出去，特别举办青麻创作课程，带游客家己做草鞋，透过课程来认识在地食物和传承技艺。很软啊，对啊，琼麻踩起来是软软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就是粗糙，对，或割脚之类。
青麻永过是做烧瓦的重要材料，较早是恒春半岛重要的经济作物。不过时代改变，塑胶尼龙真紧就取代一项传统产业。为着卖互这个工艺消失去，注心推广环境教育，甲在地传承的油米粉，特别开课教大家用在地青麻做草鞋。因为呢，塑胶绳来取代琼麻丝以后呢，我们的琼麻呢就慢慢的被遗忘了。其实造成我们地球很多的污染，还有人对土地的不认识。要变一项草鞋，爱先甲青麻煮好滚，泡水，再个调湿。程序是高工佮复杂，不过学员拢感觉真趣味。因为我们这一代已经几乎没有看过草鞋了，所以有听过一些那个长辈说他们小时候去种田的时候是穿草鞋，这个我们比较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品牌的时代。做一双自己的草鞋，或是可以穿的那种环保拖鞋，那就是我们可以减少一份对地球的伤害。杨美芬讲，开这个课程除了希望民众认捌在地食物，上重要的是会当回归土地，透过青麻创作，更较了解恒春的生态环境、甲传统产业，甲在地历史基地的文化价值找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关系，拢伫咧处理上课，学生一个香港就一个研究发现到，伫疫情期间，学生囡仔目睭近视就增加超过2倍半。另外，中国最近也宣布讲，未成年的囡仔，敢若会当伫咧拜5、拜6、礼拜这3天的暗时8点到9点，耍网络游戏，讲是要防止囡仔耍网络游戏耍到袂去。中国官方伫咧3日发布一条通知。内容针对未成年人过度沉迷伫咧网络游戏的问题，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国家新闻出版社讲，会严格限制游戏商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只敢会当伫咧拜5、拜6、礼拜这3天，加固定假日的每天暗时8点到9点。根据中国音像家出版协会所公布的资料，游戏产业今年顶半年的收入到1300亿人民币。伫最近几天，中国官媒一直用批评式的报道，甚至以精神鸦片来形容游戏产业。在此之前，中国官方就已经规定，未成年人禁止伫咧暗时耍游戏，不论是只敢人耍90分钟，伫拜6、礼拜假日也只限定3点钟。不过目前拢也无明确规定讲，若是违规的人要安怎处罚。你到底点样啊？家长陪囡仔用平板做网络课程。伫疫情期間，學校停課攏改做遠距教學，囡仔看熒幕嘅時間也增加，近視也愈來愈深。咁點不知半年後咧，我哋再去 check 啦，可能尤其是嗰半年啦，少咗戶外活動啦，咁純粹即係喺屋企就做網課啦，咁啊可能呢半年間咧就已經升咗150度啦，咁喺呢一剎那咧，哇，原來由400幾去到500挨住600，其實真係太誇張啦！香港中文大學一項針對709歲6歲到8歲兒童嘅研究發現，去年8個月研究期間，近視發生率達到3成。是疫情進前嘅2.5倍。We also foun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change in the lifestyle. Number one is the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outdoor time. During the COVID during the COVID period, children a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ir outdoor time and also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screen time. 學者建議囡仔逐天應該要開2點鐘接觸戶外環境，同時養成健康使用電子產品嘅習慣，讓目睭有適當嘅休困。公司新聞張偉林編輯。法國嘅巴黎昨開始實行市區內面嘅時速限制，僅30公里爾。新嘅政策希望講會當改善人和車嘅關係。不過，在政策實行嘅頭一天，有一寡送貨和趕要上班嘅人，因為時間未符，攏正着急。另外，聯合國嘅環境署第30日宣布講，有煙嘅汽油行入去歷史啊。巴黎市區嘅路限制時速30公里，正朝頭一天上路，已經慣駛50公里嘅人來講，被逼放慢腳步，實在是真艱苦。有計程車司機認為，對趕時間嘅人客來講，不如用行的。萬一超速紅綠燈罰款135歐元，相當大票4400塊，安尼哪會好咧？ Alors si je roule à 30, le client il râle. Si je roule à 50, je me fais arrêter par les flics. Alors je ne sais plus quoi faire. 新措施嘅目的，一方面是要提高應對氣候變
千的减排承诺，一方面要改善市区的人车关系，市区已经将部分的街路限制，也是禁止车辆通行，搁增加自轮车道的数量。除了省市大道、湾西大道等主要交通干道之外，巴黎市区大部分的街路拢采用新规则。民调显示，65%的巴黎市民尊重新速限政策，因为会当换来安全甲安静。En effet, le fait qu'on soit aussi proche des voitures, le fait de ralentir, ça permettra d'être plus en sécurité pour les cyclistes. 就伫顶个月，阿尔及利亚用完最后一批库存了后，含盐汽油今日历史。阿尔及利亚是全世界最后一个使用这种燃料的国家。联合国环境署30表示，相关的推行甲宣导经过19年的时间。When the campaign began, 86 countries were still using leaded fuel. Today, there are none. We must now turn the same commitment to ending the triple crisis of climate disruption, biodiversity loss, and pollution. 科学研究显示，含盐汽油会污染空气、土壤，影响心血管甲大脑。联合国环境署表示，态度含盐汽油当年会当防止超过120万人提早死亡，提悬儿童智商，为全球经济节省2.44兆美金，佫会当降低暴力犯罪。公司新闻黄文廉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个时间再会。